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艾斯頓啊，咁就上市編號係2715啊。公司方面咧喺內地咧做一個工業嘅機器人噃啊。咁你知啦，機器人賽道咧喺中港嚟講都相當熱炒，因此我都預會受歡迎嘅。2月27號開始招股，3月4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喎。上市日3月9號發行價格17蚊，每手入場費3004蚊多啲，集資額16個億多啲。行業吸引啦咁雖然集資額就都 OK 算細價咁樣，咁所以我認為大家都可以關注下去認購都無妨嘅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